这样，就看起来都会，哦呦，我真的会炸掉嘞吗？哇，冒烟了，冒烟了！今天呢要做一个实验，到底要怎样可以把这个微波炉给炸掉？我们现在准备好了这些材料呢，我们现在就要开始进行我们的实验。事先声明，这些鸡蛋是已经过期了。怎样？你这样是浪费食物哎！过期也可以吃，好不好？过期就吃，不要做人，不要浪费食物。听说呢，鸡蛋直接放到里面去呢会爆炸。3分钟，开始。哦，还在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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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准备揭晓了第一个爆的东西。哇，真的爆了！一粒。重点是它熟啊，熟到爆掉，所以真的是会爆开，不能把鸡蛋直接放到里面去的。这个是真的过。要放的是葡萄，文章上面是写的，有些水果不耐高温，葡萄如果放到里面去，据说还会冒烟。来，我们来放看葡萄。硬讲东西不可以这样放啊，不是？没关系，我们就是。等一下，有哎，里面听到那个葡萄的声音，像是水滚的声音。水在压出来，一定变没劲了。葡萄干。哦，各位，所以葡萄干原来就是这样做的。看到会冒烟，现在应该过2、3分钟。哦，是不是真的是？就是爆了。你看里面整个在冒烟。他是讲葡萄本身会冒烟，而不是那个机器会冒烟，必须要挽回我的颜面。所以现在我们要赶出去，不炸到这个机器，我们不敢验。来。我们会陆续开始进阶到更加 hardcore 的实验，就是保温瓶，大家随身都会放。如果放到里面去呢，会有什么样的效果？开始，像，谁还有在跑吗？尴尬，我怕被炸死。它会不会好像只是弄烧？哇！什么事情？哦，冒火啊！哦呦！来，我来试看这里会爆炸。哦，不要直接噗，会爆啊，这肯定爆。哦，真的哎！哇，机器冒烟了，看到吗？哇！冒烟了，马上冒烟呢！今天的重头戏来了，最后一个实验呢，就是如果你不小心把瓦斯罐放到里面去，会发生什么悲剧？千万不要把这些我们示范的放到里面去啊，危险啊！我们现在就要把我们这个租到的发电机来做最后的终极实测，因为在电影里面呢，也常常他们会演家里放煤气，然后就放这种在里面，然后就微波，所以我们就做好万全的一个措施，在一个大空地做，绝对不担心。在露台放好是吧？下，1、2、3，走！哦，冒烟了！走，我们蹲住，蹲下来。哇，冒烟了！Oh my god！ 都完了咯，那个瓦斯不会爆咯。好啦，没有烟了，大家看一下人家做的小个片段。灌瓦斯罐。所以那个会不会爆，真的是见仁见智的，不是每一款微波炉会爆，不是每一款瓦斯会爆。你就等好15分钟哦，15分钟又15分钟就没有爆，就证明可能阿问好啊，师傅好哦。是这样吗？有点失望的 ending。